大家好，我是郭友顺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安东。欢迎收看休息的迄一天。这是云林口湖的生龙湿地，即句寒人真侪渡鸟会飞来这过冬。我是带一对姐妹啊，阿软甲阿东，因就住伫咧遮。因兜种的绿豆甲番薯，即句当咧收成。这绿豆要安怎收，我实在真好奇。咱今仔甲因学看卖。阿软、阿东，我来啊！进来，小刚好，我鞋啊拢换好啊！进来！哟呼！阿软，阿要安怎料？是这变黑的沙粒。是哦，这款，今年遐大呢。啊，这咧，这拢会使。拢会使。啊，有诶，这青的就卖嘛。嘿，这会使放，等伊变黑。啊，那像这咧，这半黑半青的。你想一个。好，先买，妈妈打 pass。咱要安怎分？啊，你念去抓，我念去抓。哦，我去抓。我咧念的时候，有时爱甲地破不要紧。嘿。啊，是爱较细腻。较细腻。你看拢开去啊。哦。开去，伊的豆仔就会走出。哇。我较凊彩。安尼。好，安尼会使。哦，这就是绿豆呢。噔噔，耶，你真是够水。伊就是绿豆的囝。嘿，好，我搁甲包转去，较袂落去。这是我的妈妈离婚，这是我的爸比林元。啊，恁两个是咧创啥？伊个行李啊。翕我。嘿啊。安尼甲我翕较水的哦。好。啊，甲现在甲爸爸翕我较缘投咧。有要倒班就倒吧。有无？恁两个要倒两就倒无？好啊。好。啥那这叶仔看起来大大？因为伊破白啊。伊破皮啊？嘿。啊，无伊本只生做安怎？就是毋是安尼白色的。哦，应该是青。嘿，就是青。像这啦，像这豆安尼安尼。嘿。哦。有糖呢。对啊，这够水的。遮内底，你看你的口。你来去啊！你看你的口。是上恐怖的气魔糖。我也是家己请去边啊好啊。这毋是往落去起침묵。对啊，这恁家己看甲袂惊。我就是你，恁看甲袂惊呢。结果你也是遮惊，啊你敢袂惊？伊看起来较定对，你看起来较惊。好啦，咱回去边。继续做工课。迄桶仔内底嘛真侪虫的啊，你拢无看着。你内底用这侪。我爱当作无看，我才会使做工课啊。啊，无我若看到伊直惊，对无？人毋是拢会洗药啊，家己偷，恁无？因为这是有机的啊，爸爸因是用。哦，伊是种有机的。嘿。啊，毋过人讲有机咧顾较辛苦呢。是啊，所以拢爱家己捡啊。拢爱家己捡，啊嘛爱叫恁斗相共。嘿。啊，无因足辛苦的。足辛苦的，真的，你是真正安尼感觉，还是讲较好听呢？拢有啦。袂歹，袂歹，我讲话。
先卖的，先卖的，比这。好，你会使吼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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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我看你小可倒破。话你讲，姐姐，一食饭食这济，哪有？这也唔是歹话啊，这是熬大熬食才会熬大啊。即摆搁咧大当然爱食较济，食济才有气来斗做工课啊。无咱讲好诶，伊的优点，你感觉你有啥物优点？像我就感觉我的优点是生甲不离啊缘投。哈啥？我讲我的优点就是我生甲不离啊缘投。哦，妈妈，你一定点好遮济番薯啊！阮头先讲顾伫边仔开讲。哦，你头前遐倒三工。好，头前遐袂念的。对对，头前遐。好，这边。好。甲伊嘿。用起来，以后安尼包，啊就是甲头一寡拢用掉。嘿。啊，等咧妈妈伊头都要用的。哦，伊头要捡规堆。所以这拢安尼放过了后，再去看安尼捡。系啊，爱甲挖出来啊。爱甲挖出来。系啊。哦。这干啥？迄唔好啊。这都唔歹。今年的番薯生了无啥好势。哦。哇！哦，这大颗诶。哦。伊个有脯筋出来呢。你是毋是有？有练过。嘿，有练过啊。诶。有鸟翅噶。我想讲伊遮大颗遮水，结果有。嘿啊，嘛是会。有鸟翅噶。安尼这边喏。嘛是坑咧，妈妈转去的时阵会紧过。会搁紧过。啊，这咱家己敢袂使食？用的嘛是会使啊。会使，可能刻用啊。啊，咱遮辛苦，啊好啦，咱当做甲鸟翅交朋友啦。嘿啦，请伊食啦。哦，妈妈卡手就好诶。啊，客人我来啊。哦，你要来地啊？遮有规堆。嘿，爱先拗起。对啊，先拗安尼较好势。你敢会原来会斗念？袂，你拢负责。爱刷水。哦，爱甲刷掉。好，较袂地规堆土回去，加重呢。会安尼，你伫厝诶上介意做啥？上介意骑铁马。骑铁马，四界去捞，伫咧庄头踅安尼啊。伫咧阮兜头前尔。哦，当然恁兜头前，我叫是你踅咧四界去啊。伫咧帮无店。帮无店。因为帮无店足长诶。嘿。啊，我当伫咧遐绕圈圈。绕圈圈。踅啊。遮个有。好，咱无跳老高诶。阿童，你咧创啥？我在拍你。咱等下要控番薯诶，啊，你等下爱来排哦。我袂晓排。好吧？我袂晓排。你袂晓排，我较教你啊。好啊。咱这大条的当先甲做脚骹。好。啊，若像咱的算迄拼图共款。对。安尼豆豆啊，甲排起来。甲排开。啊，倒一世无差。这条较大粒。嘿，这条最大条的吼。哦，真正最大。这条最大条的，咱大条的甲伊放入喙口这样。这边遐烂的。我其实无啥知影。安尼，咱就是要甲伊对排一个若像三角形安尼开，对，甲尖开。咱脚骹爱排哦窄哦。好。啊无咱会排啊到关键就放。哦，真的就无好排呢。这款食材。像你无来斗
倒摆。你要摆一个，袂使。你要参悟着呢，安尼我头拄仔无摆，即摆摆伤危险，伤慢伤危险嘛。敢有更较大条？这较大。开始流凊汗咯。等下下昼就无通食哦。安尼我的压力会足大。咱这顿就靠这啊呢。好慢，还卖掉。哎，做专心。想到尾啊，真愈尾啊愈恐怖。哦，你咪去小看看，阮就在遮看伊表演就好。看爸爸表演噶。所以咱即摆徛规排是咧查风，是无？我才查风，你查袂使过。风，哇，无图呐。不要紧，安尼就好。安尼就好。好啦，好顶食。盘放落就好。木火啊，无你要包起来。排，即摆安尼。爸爸，咱好。生头，好。好，我会使啊。稍安好。系对啊。哦。你也袂会当规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对呢，能健达出奇蛋。来。哇，真久无算软久啊。我会较水。你会较水哦，你的包无对，你会较水，你的包走对呢。哎，对，哦，水。我内底有卵。你内底敢有卵？你讲骗，有卵才细粒。哎，这粒帮你做。耶，咱摆一摆。一个比一个较大粒。这干嘛这里？阮下当粉呢，对吧？干嘛？就行的。放完才可以弄倒。我看你也是家己用袂啦较特动，走下去。无伊会单，你看伊会单。小夸。走下去一点没关系啊。你好啊。你会惊莫哦。搞病啊！阿龙，加油！阿龙，用干嘛动？较大粒的爱心。太大粒袂升。嘿，哦，爸爸要为的，我就是嘛要安尼落落。你啊，安尼落去，以前才会破。若袂破嘛，不要紧啊。啊！到了。哦，啊个个喊着。哇，爸爸扑落的，这个手势。这边。爸爸这块。哇，等下就香公公会通食。好，你抱来。好。哦，你收尾。这边可能，你看迄个有红土哩。这。啊，迄哪遐厉害，佮伊伫尾景佮咧倒。风啊大。懵一个。哇，你也。会熟。它快长大了。快几大汉，加落这还快长大了。好，这是开始走的迄条线。走到遐。望到迄边。嘿，然后再走回来。爱搁走回来。嘿。好，你安尼砰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有风啦！你为什么也在走下去？而且这头去信不信呢？你讲我鼻头要紧呢，我是不是老啊？白手，啊，那你想赢？阿虫吧。阿东，你搞拍牌啊！看你笑干呢。来，阿纯学落，开哦，开咯。开来。这头蒙开个小小。挖不起来。边，甲去南边的。哦，请个啊，请个。这有物件。嘿，咱学安那咧考古共款，系啊。你骨掉真是对。拢无咧看，应该是。啊，哦，无啦，无，好，唔知影。等下看迄粒较高的有熟的。我出垃圾。地瓜。你迄上小，哦，你迄，哦。我在这里。哇。哇，好看哦。上小啊，啊，敢有甜？有啊。啊，工课做了，食这赞。你有感觉带落出去会空空无？抱着刷，晒太阳个配刷。把刷动作。好笑。
我就知，加一个海味。啊，你还加呢？你是鸟鼠哦。要落来。系啊，即下要甲番薯落落来。好。诶，直接落就好。好，免刀免拔。我来，我来。哇，坑落来。拢好啊。坑的就好啊。坑的就好啊。嘿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加油！好，好，哇！哦，这个较重哦。好，我摸过。一咻咻。好，啊，再搬下。过来咧。过来。因为咱昨有挽绿豆啊，所以今仔日要甲绿豆吹咧。吹，嘿。对啊，打打倒就好啊。家去走过人，佮爱落景啥呢？因为机械迄景无法度景甲零啊，系啊，所以有诶若像较歹、较细粒的营养不良的，也是去互糖加着，迄机械无法度景，咱就爱靠目睭用手景。啊，你目睭爱足金的？哦嘿，爱训练。你感觉缀爸爸妈妈因去远的做工课，有好无？我好。为什么？你毋是就爱生土的吗？去遐你有所在通走呢？你毋是做爱生土的，做细汉就拢伫爸爸的脚车跳落来跳去。哦，真的哦。真的伊上到白。哦。啊，你感觉？去远的时阵，就是较侪时间是妈妈还是爸爸伫咧边啊。嘿。就会使开讲啊。啊，你拢甲因讲啥？就是伫咧学校还是伫咧厝诶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对。哎，因敢拢是有欢喜无欢喜的代志，拢甲恁讲。嘿啊，拢会讲啊。拢会。啊，你敢若还袂甲我讲你有男朋友无？搁有这题？敢有？无。哦，无哦。我拢替你歹势一个，紧张一个。伊讲哦，妈妈才甲我问。下无你以后有男朋友，你会甲我讲无？下无，你会甲妈妈讲。你。啊。你现在要听你讲。你无讲，我哪会知影？欢迎收看《彼一天的台语课》。哦，我今日专工请到咱在地好妈子阿软甲阿东，要来教大家台语。安尼阿软，咱今日要教大家什么款台语？考学新隆社区的台语。哦，好，听。咱新隆社区的特色是啥？是新隆湿地，是种水的土地。哦，安尼搁一摆。新隆湿地。啊，我看后壁，迄有鸟啊，脚红红，迄是啥物鸟？乐卡酱。搁一摆。乐卡酱。这蔷薇啊是用啥物做的？这是用蚵仔壳做的。蚵仔壳，哦，足特别的呢。这只是啥？这只是乌面腊杯。搁一摆。乌面腊杯。安尼，大家会晓袂？你敢会晓学鸡仔叫？没。讲，伊上好是安尼叫，伊是，会甲咱夹着。啊，迄边呢，布置甲遮水。啊，啥物？嘿啊，安尼起甲遮水。叫迄艺术家来做的。真正诶，像咱伊遮顶悬拢会写啥物平均水位会到倒是要甲位。你讲，迄水来的时阵，有可能会到倒位吧？哦，若是水较悬，饮水。哇！这有可能拢压袂着。真诶哦。你看这个先。你头安迄入去啊？啊！哇！哦，这气氛袂歹哦。嘿啊。啊，你无跋落去哦？我有落去过。你真正有落去哦？
你要进卡无？安尼我爱烫下呢，我脚底拢爱规路爱烫车卡呢。嘿啊。迄个下呢，今仔日有你唔惊我去日擦头，今掉？仔日有日头。爱路的啊，伊什么石头啊有诶无啊？Give a try。它脆脆的，伊脆脆的哦，伊脆脆的。它脆脆的。我安尼嘛是浸卡，我浸袂。是咧，我等下淡去真正害啊！我就爱烫车卡。哦，迄只最大只，迄就是大白鹭吧？应该是因为伊较大只。对啊，真正最大只。毋过恁哪会敢若会捌一寡只的鸟？因为从爸爸妈妈伫咧基金会，因就是伫遐学的啊。哦，恁做火条，哇！我头惊到，迄是电火条呢。系啊，安尼伫咧水底。遮已经是路啊。哦，这本来已经是路的，嘿，所以这其实本只拢无水，土地拢是土地，真正是变做浸水的土地。啊，遐拢是迄大鸟，你看，白白一只。啊，哎，遐一只，足乌一大只。系啊，我目睭无遮尔好。你目睭无遮尔好。嘿，你毋是恁大只应该食鱼啊，毋是对目睭就好，还是无？但是我大只，但是我无遮尔介意食鱼啊。是哦。妈咪，是哦，要煮偌久？你在当做枵的吼，你想要食了？嘿啊， 10几分吧。足紧就好，一下啊，小等一下。嗯。你手就是，爱白，嘿，过来。然后安尼，全部做伙。 3、2、1。像阿嫩讲，伊会互爸爸妈妈因带去田的嘛，因斗阵的时间就变长啊。我会感觉，我伫这个过程内底看到的是，因为因一家伙仔相处的时间变长，所以因有机会有更较侪对话甲开讲。伫迄个过程当中，大人囡仔互相分享因生活的代志，毋管是即马还是过去。啊，毋过人就是安尼啊，就是伫咧即个对话啊生活做伙斗阵的时间拖长，啊，迄个感情就会产生出来。 然后你对互相的了解嘛会搁较深入，搁较侪。这就是我看到我会感觉足珍惜，所以我才会讲，我会希望讲，我回去厝嘛是共款，就是爱搁较珍惜迄个大家斗阵的时间。收甜无？免呢，拄啊好，拄啊好。我半长时啊，还无出，爱拢食。 哎，你来啊！我你来救的呢？好，行。你看我会使射几个？好来啊！哇！佮继续，佮继续。我等下活到高底无？ 好，手夹目睭。好，有安无？好，咱做伙有安。哦，好的。你嘛要有安啊？